今日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4月2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、14节到24节。士师记第4章17节到23节到第5章24节到31节。启示录12章第1节到1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太平。现今的国际社会想要得到太平，真正无介简单啦吼！不但是伫犹太地、伫乌克兰、伫北韩、伫缅甸、伫香港、中国的境内，甚至要有侵略性完全无害的台湾，拢爱面对着恶霸中国军事的挑战。太平其实是大部分国家所追求的一个目标，也是一个国际性共同的价值。士师记第4章17节到23节，第5章24节到31节，记载着以色列人甲西西拉中间的战争。上帝真奇妙，差遣一个名叫做雅亿的妇人人来帮战。以色列将西西拉来灭绝，互以色列人会通享受太平40年。圣经记载讲，西西拉起卡得走甲基尼人希别的某雅亿的布片，因为哈瑟王亚宾甲基尼人希别的家关系真好，雅亿出来迎接西西拉，就对伊讲：“我的主请入来我家，毋免惊。”西西拉就入去伊的布片，雅亿就用毯甲伊盖地。西西拉甲伊讲：“我水干，请你用一寡水互我啉。”雅亿就开伫泥的皮带，用泥的皮带来互伊啉。游完甲伊盖地，西西拉佮甲伊讲：“你徛踮布片门口。”那我来问你，有人来你家无？你就讲无。西西拉亚先就困当面，伊边的某雅亿摕布片的乞仔，手举推用点会行去伊遐，用乞仔对着伊的鬢边钉入去，烫家己涂骹，伊就死。伊是巴拉对入。西西拉雅亿出来迎接伊，对伊讲：“请来，我互你看你咧找的人。”巴拉就甲伊入去，巴拉看到西西拉已经倒伫涂骹死伫遐，乞仔要钉伫伊的鬢边。对安尼，上帝互迦南王亚宾受以色列的制服。第5章24节，基尼人希别的某雅亿比所有妇人人较通学老，比住伫厝内的妇人人更较通学老。西西拉讨水，雅亿互伊有能用贵重的盆旁气死互伊。雅亿手提起仔，正手举工人的推讲西西拉拍碎伊的头，烫甲伫伊的鬢边，伫伊的骹前，西西拉摔落去，倒伫地，甲伫伊的骹前摔落去。袂叮当，西西拉伫遐摔落去，死去。西西拉的老母对窗仔看去，伫窗仔边哭哭笑，讲。是安怎？伊的战车还袂转来？是安怎？还袂听到车轮来的声？伊聪明的宫女回答伊，伊嘛家己安尼讲，因一定是伫分战利品。逐个勇士分着一两个查某囡仔，西西拉一定分着彩色的衫、彩色的绣花的衫、两领彩色绣花的衫，互伫暗领做搭伫暗领做战利品。
上主啊，愿你的对德拢安尼密报，愿听你的人亲像日头出现光显显以后，迄个地区太平40年久。这是62章第1节到12节，也记载着另外一个妇人人的角色，也成做上帝的仆人，来互魔鬼撒旦失败。后来伫天顶有一个大景象出现，有一个妇人人身穿日头，脚踏月娘，头戴12粒星的花冠，伊欢迎要生囝，在嘴唇痛疼嚎叫。伫天顶阁有一个景象出现，有一只大只赤色的恶龙，有7个头12角，7个头戴7个王冠，伊用尾溜甲天顶1/3的星扫落地。伊迄只恶龙徛伫要生囝的妇人人的面头前，等候伊的囝出来，通甲伊吞落去。迄个妇人人生一个查甫囝，一个囝要用铁管治理万国，毋久伊的囝互人接去上帝面头前，到伫伊的宝座遐。迄个妇人人就走去旷野，伫遐上帝有甲伊备办一个所在，互伊通得到照顾1260日。后来伫天顶有战争，米迦勒甲伊的使者甲迄只恶龙交战，恶龙嘛甲伊的使者起来应战，恶龙歹输，伊甲伊的使者伫天顶就无所在通住。迄只大只恶龙就受ฮ็落去，伊就是迄尾老蛇，叫做魔鬼撒旦，全人类的迷惑者。伊受ฮ็落地，伊的使者嘛拢甲伊的做伙ฮ็落地。后来我听见伫天顶有大的应声，现在咱的上帝的真强权能甲主权已经实现。伊已经显示伊的基督的权柄，迄个明日伫咱的上帝面前控告咱的兄弟姊妹已经受现落去。咱的兄弟姊妹靠样个会会甲因所见证的信息已经较赢迄只恶龙，因甚至到死拢无惜家己的性命，所以才会天甲点伫迄中间拢着欢喜。总是地甲歹惨啊！因为魔鬼已经气噗噗落去人遐，伊知影家己的事无久啦。阮对上帝和上帝所找见诚做祝福的人，就要得到主所赏赐的平安同在。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，14节到24节。就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主爱线到永远。愿以色列讲，伊的主爱线到永远。14节，上主是我的开力，我要唱歌称赞。伊甲我解救伫上主主面的宝片内底有快旋的欢呼。上主的正手显出大权能，上主的正手也悬悬。上主的正手显出大权能，我未至到死会活落去。通讲起上主的作为，上主严严管教我，总是无互我至到死，甲我开公义的门，互我通入去。感谢上主，这个门是上主的门，只有正直的人会当入去。上主啊，你有应答我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互我得到解救，起厝师傅去杀的少，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奇迹。这是上主的作为，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。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，咱着欢喜，着庆祝。感谢上帝赏赐阮平安，互阮无论伫什么款的所在，拢会当享受太平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